大家好，我係全邁進嘅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Toby 莊樂妍。喺畢業之後咧，我一直喺醫管局嘅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服務，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做心理評估咧，係我其中一個好核心嘅工作。當中咧包括特殊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譜系同埋專注力不足過動活躍症等等嘅。我一直相信咧，評估唔單止係為咗一個診斷啦或者標籤，更重要係咧幫助我哋深入去了解小朋友嘅內心世界啦，同埋佢哋嘅獨特性嘅，從而提供咧更加適切同埋個人化嘅建議。除咗小朋友咧，我亦都非常重視家長嘅需要。我好明白照顧 SEN 嘅小朋友咧，往往帶嚟好多嘅壓力，甚至咧會令家長咧感到孤單同埋自責。所以咧，除咗分享一啲實用嘅管教方法啦，我亦都希望咧成為家長嘅聆聽者，陪伴家長咧去疏導佢哋嘅親職壓力，令家庭咧成為更穩固嘅支援系統。另外，處理青少年情緒困擾咧，亦都係我嘅工作重點。無論咧係朋輩啦，同埋家庭關係咧、性別認同、學業壓力，定係生涯規劃嘅迷茫，好多時咧佢哋最需要嘅其實係一個願意真正聆聽並接納佢哋嘅人。為咗回應咧每一位案主自然不同嘅需要啦，我會靈活咁樣結合唔同嘅心理治療方法，例如認知行為治療、接受與承諾治療、基膜治療同埋家庭治療等等嘅。我深信咧，每一個人咧同埋每一個家庭咧，其實都擁有屬於自己嘅復原能力嘅。我希望咧喺治療室入邊啦，為大家營造一個安全而唔帶批判嘅空間，讓大家咧可以咧放低個防備啦，誠實咁樣去面對自己嘅感受同埋諗法嘅。比起單向嘅指導同埋說教，我更加希望咧可以以同行者嘅方式咧去陪伴你同你嘅家人咧一齊喺心理健康路上邊成長。期待咧喺全邁進嘅心理服務見到你哋。全邁進係你嘅情緒出口。